DeepSeek 颠覆 AI 行业，中资受追捧，估值或回升，想抓住投資機會，巧用陌陌投資。中國證監會宣布，老虎證券、富途證券同長橋證券喺境內非法經營證券業務，違反中國證券基金期貨法律法規。依據相關規定，中證監決定沒收老虎、富途同長橋境內外相關主體全部違法所得。呢個富途牛牛嘅廣告啊，喺 DeepSeek 熱潮退咗之後啊，富途先開始喺澳洲大賣廣告。我想屌佢好耐㗎啦，結果上個禮拜咧，佢就俾共產黨收咗皮。傻嘅都知道中國 AI 垃圾啦，佢好意思話估值可能會回升，明擺呃啲傻仔。中概股有幾垃圾啊？前幾年啊，瑞幸咖啡財務造假就可見一斑。2000年初啊，我任職於計劃上市嘅廣東省省級共產黨企業，領導啊幫二奶買波罩。揾我哋報銷，二奶做人流又揾我哋報銷，咁嘅嘢入財務賬喎，你而家唔報，你係咪唔想撈啊？以前啱出國啊，我仲睇簡體字內容嘅，好快發覺喺澳洲嘅中文詐騙信息呢，9成9係簡體字嘅。譬如我最初喺中國人論壇揾工，有間中國人註冊嘅公司，我去投簡歷。佢要我個人資料，除咗要我 QQ 等社交賬號啊，要我信用卡號碼唔單止，仲要我中國同澳洲嘅身份證號碼，簡直喺度詐騙無下限。之後我想揾清潔加盟做下，澳洲嘅中國簡體字網站啊，要我先交3萬蚊澳紙，然後客服就話會不斷介紹生意俾我啊，話頭1年冇咩錢賺，之後咧就好快回本噶啦。仲有啊，我同事父母嚟澳洲中國人開嘅保健品店買嘢，明明係嗰隻保健品，兩個老人家唔識英文，唔肯定，就問旁邊個中國男仔，是不是這個？個男仔做代購嘅，想自己吞咗啲保健品，就話這不是你們要的保健品。之後老人家返到屋企話買唔到，咁啱嗰晚同事朋友嚟食飯。竟然就係保健品店個男仔，簡體字普通話啲假嘢泛濫到頂峰嗰時，係武漢肺炎爆發嗰陣。你睇下網上呢啲簡體字信息啊，全世界疫情都失控，係中國冇事啊，西鳩你啊！然後近幾年嘅電話詐騙咧，詐騙電話9成9係講普通話嘅。我接到詐騙電話，通常我會用粵語，好平靜咁講：你好。屌你老母！有啲撈佬咧，聽到以為我同佢打招呼，又跟我講一次：丟了羅母？你說什麼？我話：屌你老母啊！我接觸過太多以簡體字普通話作為主要載體嘅詐騙信息，因此咧，我對簡中信息咧會保持更高警惕。慢慢我就養成對一切簡中信息先懷疑，再通過繁體字或者英文相關信息去考證嘅習慣。出國時間越耐咧，我就越會同啲簡中人保持距離。到最後啊，我乾脆只用繁體字，亦傾向同用繁體字嘅人交流。簡體字嘅推廣應用，初衷係提高識字率，減少文盲，俾蠢人學嘅，或者係俾頭腦簡單嘅人用嘅。佢本身係中共嘅政治操作，文字背後亦好多時反映人嘅意識形態。共產黨亂鳩咁改字啊，實際上搞到中國人數典忘祖。而且喺2010年之前喺外國，中文係以香港繁體字為主，以粵語為第一語言，簡體字普通話算老幾啊？到上海話都未到佢啦。珍惜生命，遠離簡中嘅一切，多一份獨立思考，人都長命啲。